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牵红仔保护伞。保护伞是一种手工的手路，若要用布袋戏红仔的手来做手工，安尼敢毋是假假假呢？这句俗语就是咧讲，有的人正事毋讲，淡仔开时间讲寡无要无紧的代志，也是为着要得到某物款的目标，都啥物话都敢讲，讲甲一连骗。譬如讲，今仔日我来到车厂要来看车，业务随道中来甲咱介绍，打这业务文啊真高看，为车的配备讲甲介绍，甲保险的条件，去互伊讲到咱的心肝头，流仔会猫。伫这交谈的过程当中，伊不三时就会小可牵关系，这就是业务厉害的所在。有时讲甲互咱回煞煞，若无细字去失注意，就正经会去互伊牵去啊。以上感谢收听。